大家好，我係偉仔，今日同大家介紹西班牙巴塞羅那嘅聖家堂。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形容聖家堂，我會話佢唔只係一座教堂，而係一個人用一生去做嘅夢。當你第一次去到巴塞羅那街頭睇住佢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唔真實。塔尖好似用沙做嘅城堡，又好似森林入面長出嚟嘅石頭。佢唔似傳統教堂咁樣莊嚴冰冷，反而有一種生命感。呢個故事由一個人開始。呢個故事要由一個人講起，佢就係 Antoni Gaudí。聖家堂喺1882年開始動工，但其實最初並唔係由佢設計。1年之後佢接手，完全改變晒成個教堂嘅方向。1926年，高第因為一場交通意外離世。當時嘅教堂淨係完成咗大約1/4。高第唔止係建築師，佢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個理想主義者。佢相信建築應該要向大自然學習。佢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：直線屬於人類，曲線屬於上帝。你會發現聖家堂幾乎冇直線，柱唔係柱，係樹幹；天花唔係天花，係森林嘅樹冠。光唔只係光，而係神嘅象徵。聖家堂有3個立面，其實係代表咗3種嘅情緒：誕生立面、受難立面同埋榮耀立面。誕生立面係代表住生命嘅喜悅，呢一面係由高第生前親自參與完成嘅。你會見到好多嘅動物、植物、天使，好繁複、好熱鬧。主題係耶穌誕生，成面牆充滿住生命力，好似石頭都喺度呼吸緊。佢喺面前，你會感受到一種溫暖。至於受難立面，代表住冷冽同埋沉重，線條變得非常之硬，人物瘦骨嶙峋，幾何感非常之重。呢一面係由另一位雕塑家設計，當年好多人都覺得同高第嘅風格唔一致，但係正正係因為咁，情緒反而就會更加鮮明。主題係耶穌受難，冇裝飾，只有痛苦同埋沉默，冇華麗，你會不自覺咁樣放低聲量。第3面係榮耀立面，榮耀立面而家仲起緊，將來就會成為聖家堂嘅最大入口。佢嘅主題係救贖、審判同天堂，象徵住人類由塵世走向永恆。有時我都會覺得好浪漫，一座教堂用100年嘅時間去講一個故事。走入去你會明白點解咁多人感動。老實講，外面已經非常之震撼，但真正令我起雞皮嘅係聖家堂嘅入面。第一步踏入去，你就會不自覺抬高頭，然後停低，因為你唔覺得自己喺教堂裏面，而係好似喺座森林裏面。教堂嘅柱好似大樹咁樣向上分枝，天花板就好似樹葉咁樣打開成為樹冠。陽光透過彩繪玻璃射入嚟，由於方向嘅緣故，朝早嘅係藍綠色，非常之清涼；而下午嘅係橙紅色，非常之溫暖。光會隨住時間而流動，就好似成個空間都有呼吸一樣。嗰一刻你就會明白，高第其實並唔係想起一座宏偉嘅建築，而係想令人感受到神聖。聖家堂由1882年興建到而家，佢並唔係一個人嘅作品，佢係一個城市、一個世代共同完成嘅信念。有時我會諗，喺一個追求效率、即時完成嘅年代，竟然有一座建築可以慢慢用100幾十年去起，呢個舉動正正就係一種溫柔嘅反叛。我哋而家生活喺一個好講效率嘅年代，但係聖家堂由1882年開始，經歷過戰爭、貧窮、政治動盪、科技革命，到今日仍然仲係建造緊。你可以想象，曾經有一代嘅工匠喺度雕刻石頭，佢哋知道自己一生未必睇到完成嘅聖家堂，但佢哋仍然一刀一刀咁樣慢慢雕刻，然後下一代人接手，再下一代。呢種跨世代嘅接力本身就非常之感人。有時我會諗，高第設計呢個建築嘅時候，其實佢好清楚自己都未必完成得到，但佢仍然將佢一生投注喺一件未完成嘅作品上面。呢種心態好值得學習。最後，如果你去到巴塞羅那，唔好淨係打卡，試下靜靜咁樣坐低5分鐘，聽下四周嘅寧靜同埋人群嘅聲音，你會發現聖家堂並唔只係關於宗教，而係關於人類點樣用一生追求完美。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，或者都想分享下對聖家堂嘅感受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嘅頻道以示支持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